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小林娛樂頻道。今晚我哋去沙田牛大人，呢度晚市會提供2個鐘台式吃到飽火鍋套餐，我哋就去睇下到底咩料，有咩特色。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訂閱、按讚好同開啟小鈴鐺，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片上架嘅通知。首先睇下個餐牌。先揀火鍋湯底，再揀套餐級別。為咗清楚少少，我引用咗佢官網嘅簡介。火鍋湯底有11種，分別係紅燒牛肉鍋、秘方麻辣鍋、胡椒豬肚雞鍋、雪白預鮮豆腐鍋、剝皮麻辣雞鍋、台灣鳳梨雞鍋、台式濃香番茄鍋、木瓜椰皇嫩雞鍋、喇沙爺爺種下鍋、阿媽養生濃湯鍋、四目養生素食鍋，仲有一系列嘅台灣特色款式，例如鹽酥雞、黑輪、花枝漿、奇魚漿、甜不辣。有睇過我哋上次去台北旅遊影片嘅觀眾都知，我係超中意食台式食物，所以今次應該幾啱我。另外仲有台式手工水餃同其他自選配料。咁級別有4個，成人收費最低由218蚊起，加1、5、6日假期同前夕貴多少少。我哋揀咗美國特級安格斯級別，詳細介紹可以到佢官網睇睇。底我哋加50蚊要鴛鴦鍋，揀咗雪白預鮮豆腐鍋同胡椒豬肚雞鍋。之後跟進下自助區，咁有熱無糖紅茶、養生桂圓紅棗茶，隔籬有白飯、雞蛋。呢度醬料區，麵食有王子麵、烏冬、新竹米粉、雞絲麵，仲有響鈴。酒精飲品就另收費。自助食品區有各種丸子、魚腐、腸仔、南瓜、蔬菜、海帶、豆腐、黑木耳等等。凍飲方面有烏龍茶、洛神花茶、汽水。最後記錄下我哋今次食咗啲乜。安格斯特選牛板腱、鯇魚腩、午餐肉、鹽酥雞、鴨血、響鈴、海蝦、炸魚皮、滷大腸、台式蛋餃、麻吉燒、五花片、台式蝦餃、豬梅肉片、蟹子蜜汁漿、魚香皮蛋豆腐、冬瓜茶、甜不辣、王子麵。甜品嚟個鮮花雙元，有齊豆腐花、花生、珍珠、仙草凍，呢個超正。最後分享下一啲有趣嘢，呢度嘅餐台子竟然係台灣常用語教學，不如一齊估下呢啲常用語係咩意思？好康、歐吉桑、歐巴桑、俗辣、麻吉、要試試要、安啦、安安、37、笨、美味、勁好客、巴豆妖係咩意思？好
好康通常都係指幸福，有時啲鋪頭有優惠時都會用到你個詞語。歐吉桑歐巴桑係指老公公老婆婆。俗辣呢個我本來都唔知，係指膽小。麻吉係指最好嘅朋友，唔關麻吉燒事。UCCU 網絡用語，照字面解都知，你睇下你。安啦係指放心啦，安安係指係。心突突呢個好多人都識，係指嬲嬲豬。笨係指受歡迎流行。美眉係指靚女。勁好客係指好好食。巴豆妖係指肚餓。最後同大家小總結，環境幾好，冷氣充足，款式 OK 多，上菜都算快，又有我中意嘅台式小食，都值得再去。多謝收睇，記得訂閱、讚好、留言分享支持小弟創作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